香港係我哋嘅家，一個交通方便、四通八達嘅國際大都會。我係林永峰，係一名遠洋船長，喺航運業工作將近30年。大海話俾我知，揸穩個舵，睇準方向，靠嘅就係專業、責任同埋勇氣。由駕駛台轉上岸做管理，我親身感受過航運企業經營嘅挑戰同壓力，好明白一間企業嘅話事人，除咗要好似船長咁揸舵睇方向，仲要有思考力、決策力同埋行動力。由一間公司到成個行業，我越來越關注點樣令成個行業可以持續發展落去。作為一個由香港走出去嘅船長，我深知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，就要我哋一齊傾，一齊連結。只有達成共識，一齊行，先可以推動成個行業進步，等每間公司都有更大發展空間。有朋友問我，林船長，你點解要參選啊？其實個答案好簡單，我想為大家爭取更多發展空間，出分力。答案係簡單，但要做就要靠實際行動。航運交通係香港經濟嘅核心支柱之一，我嘅實際行動就係為航運交通業健康發展出謀獻策。只有成個行業好，每間公司先可以一齊向上。交通方便、四通八達，係大家對香港嘅美好印象。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、更加好，令香港成為我哋安居樂業嘅家，成為我哋走向世界嘅橋樑。我懇請大家投我信任嘅一票，與業界同行，助香港發展。我一定會用我嘅專業、承擔同努力，報答大家嘅支持同期望。請支持林明峰。